后来继续来看这个桃园市怀宁病院旗下的长照护理之家，讲经营人一个姓黄的董事长，长期无纳权利金甲租金，互股东甲告。民进党的前党主席黄信介的后生黄志军，就是其中一个股东。这位姓黄的董事长是讲，一切拢合法，案件嘛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。许多人家己出兵，算甲受够欢喜。伫咧长照中心有志工含看互被判，不过这间怀宁护理之家所传出头家长期欠税封告，该个股东其中一个就是前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后生黄志军。长期伫咧做公益，想到这摆投资长照事业却拄着麻烦。地步啊，身躯边有一支大喇叭，查甫人倒伫咧涂骹，伊就是护理之家的头家，城市健康集团姓黄的董事长。今年年前不满讨无200万的保证金，搁伫咧养老院挂白布条，行为是非常坎坷。在今年又发了2次存证信函，然后要求他偿还，他也是置之不理。已经送法院做强制执行，因为损及病人的权益。原来2020年创办人吴院长因为周转未过，转交经营权予姓的董事长，希望1500万买怀宁护理之家。2年前黄志军投资了后，才发现姓的董事长有3年无纳权利金含租金，不过收入来钱坐要2亿，伊怀疑经失去经营权，不过头尾未退让，搁呛讲要告就去告。我们发现他经营的理念是以病人为商品，而不是具有照护伦理，所以我们就要求我们要还钱，并且要拿回经营权。然呢，居民嘛指控院内环境是愈来愈歹，甚至传出靠关港薪水。面对指控，姓的董事长电话无接，不过伊甲周刊讲，伊和吴院长的合约拢合法，嘛无欠任何钱。如今案件嘛已经进入司法程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